國際上要緊，繼續來關心中東的局勢。在美國總統川普是宣布，佮要對伊朗來發動海上封鎖，控制荷姆茲，而且佮要對所有來往的貨船來扣20%美軍的保護費。國際油價是擱再起懸。中東的局勢擱再緊張，針對掌握到全球能源命脈的荷姆茲海峽，美國總統川普透過社群媒體彈出強硬的政策，宣布恢復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伊閣較講，美國接下來真有可能會接手，而且經營這條重要的水道。同時，為了保障美軍維安的成本，經過荷姆茲海峽的所有的貨物會收20%的費用。The MOU is there, but not really holding, and we are discussing what more can we do, what kind of messages we can send. That the Strait of Hormuz has to be open, their freedom of navigation has to be respected. There can't be no tolls, no fees for navigation there. 雖然歐盟出面呼籲維持航行的自由，也毋過美伊雙方又閣咧爭海峽的控制權。美軍中央司令部發布聲明，會對台灣時間7月15透早4點開始，恢復對伊朗所有港口甲沿海的海上封鎖。美軍閣較警告，任何無經過授權出入封鎖區域的船，攏有可能互炸落來，也是扣落來。也毋過伊朗軍方也無咧落軟。به هیچ عنوان به آمریکا اجازه دخالت در مدیریت تنگه هرمز را نمیدهیم و نخواهیم داد. 美伊關係真緊張，閣再互全球金融市場神經病安，因為荷姆茲海峽掌握全球差不多1/5的石油海上貿易量，市場煩惱全球能源供應鏈會有斷電的風險，刺激國際油價閣再加懸。記者綜合報道。